目前刚好处在一个多空临界的十字路口。怎么说呢？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台股半年报哦。台股目前第一季呢已经公布的它的获利呢9800多亿，那第二季更好，9900多亿。那换言之呢，整个上半年有将近2兆的获利。这个2兆的获利呢，大概是2019年全年的获利。那你说好不好？今年的基本面呢，当然好，好得不得了。但是为什么最近就不会涨？其实严格讲起来呢，我大概归类了2个重点，也不拖这2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目前台股经过大涨了之后呢，大家普遍上有一个居高思维的心态，尤其是像所谓的航运股里面的货柜三雄，现在呢，货柜三雄的好，全市场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股价就是不会涨？因为大家在担心呢，在接下来的第4季，甚至明年上半年，景气是不是还能够像目前这样？所以大家走到这个地方，大家会停看跌。何况它的股价呢，是从20-30块涨到200-300块，那更会助长大家这一种居高思维的心态。这个是第一点，也是目前整个台股呢端出一个很好的半年报之后，股价没有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产业的杂音慢慢变多了。好，各位，你如果有留意最近的报纸呢，我相信你一定会知道，包括像面板的报价下跌啦，包括像手机的拉货的动能不如预期啦，那也包括像这个DRAM记忆体呢，外资也出具报告说这个DRAM的寒冬快要来了。那甚至呢，连 Fed 都明示暗示他要缩减这个购债的金额，然后大家都很怕会升息啊。所以说这些原因呢，造就了目前整个台股呢，在这里呢进入了一个多空僵持、多空临界的十字路口。所以呢，在接下来下半年呢，还有很多的变数包括下半年的景气甚至包括接下来资金的流向，甚至包括疫情的变数，这些都要在厘清之后呢，台股才能够再继续的走它的下一步。总看外资在去年的时候，他卖了台股5400亿，但是呢，并没有把台股卖下来，反而他越卖台股越往上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内资的撑盘。那到今年呢，到昨天为止，外资卖超了5300亿，那是不是看坏台股？其实我的看法是不尽然，因为各位你现在如果有留意全球的股市呢，你会发现现在全球股市大概还有3/4的这个国家或地区呢，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的高档，甚至是历史的高档附近。但是呢，就是亚股最弱。亚股为什么会最弱？主要的镇压是在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最近以来呢，它要实施一连串的比较严格控管制或是控管这个产业的一些手段。那外资看到这些手段之后呢，他当然第一个，他一定是先撤了再说，先退一步再看看后续怎么样。这个也是造成为什么最近以来亚股呢比较走弱的原因。严格的讲呢，这个是外资采取的一个区域的避险策略并不见得是单独看坏台股。那最近以来，它会卖超台积电很多。其实呢，各位你去看一下，台积电的走势跟韩国三星的走势几乎是一模一样。那我想在接下来呢，因为台积电外资向来持股的台积电的这个成本呢非常的低，所以外资只要一想到要避险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一定就是先部分的调节台积电。那我想呢，在接下来台积电处在一个全球半导体领导的地位，外资最近以来卖超的这些钱势必还会再回来，因为毕竟呢，半导体的景气从下半年一直到明年的上半年都还是没有什么很大的疑虑。这个是关键。所以呢，早在这个礼拜一，就是8月16号的时候，其实法人圈大概已经略知一二了，大概就是要延长3年。但是呢，各位，礼拜一法人圈大家都知道的时候，礼拜一台股还是下跌，礼拜二也跟着跌，到昨天也是跌，今天也是跌，所以可见的这一波的下跌跟这一次的当中降税严不严强是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我们都晓得呢，股市最重要的就是流动性。
那组成股市呢，概括来讲有两种，一种是投资人，一种是投机人。那你要创造股市的流动性，一定是需要投机人的参与，才能够有一个提高它的流动，不然这个整个股市呢变成一滩死水之后，反而参与的人越来越少。所以说这个股市呢，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有更多的人来投机，反而会有一个更明确的方向。所以对于这个当中降税延长3年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个正面，对于整个台股的后市绝对是有帮助。